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2章素祭。老人要献素祭予上主，就用幼米粉做素祭，就添油伫米粉顶面，搁下乳香。伊就将这个带去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遐，祭司就买一大杯幼米粉，摕一寡油，甲所有的乳香下伫祭坛顶，代表所献的素祭。用迄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，素祭所剩的就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，这是至圣的，因为是对用迄烧献予上主的祭物留落来。你若要献迄落烘过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做的木架饼，也是抹油的木架薄饼。若要献煎盘煎过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煎的木架饼，就甲伊掰做细块细块，添油伫顶面，这是素祭。若要献鼎仔煎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做，就将这个素祭带去上主的面前，交予祭司，予伊带到祭坛。祭司就对素祭的中间摕一部分下伫祭坛顶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用迄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素祭所剩的就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，这是至圣的，因为是对用迄烧献予上主的祭物留落来的。你要献予上主的素祭，毋通掺假。因为甲甲蜜拢袂用得用迄烧做祭物献予上主，这个蜜你通献予上主做起头式的祭物，毋过毋通伫祭坛顶甲伊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素祭就用盐调和，所有的素祭拢着蓝盐，因为盐是上帝甲恁立约的记号，所有的祭物拢着有盐。你若用起头式的五穀做素祭献予上主，就用烘过新的麦穗，还是润过新的五穀，就添油伫迄顶面，搁下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就对迄中间摕一部分润过新的五穀甲油，以及所有的乳香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用迄烧做祭物献予上主。